八段錦第三式，調理脾胃單舉手，右手叉住大脈，輕輕跟住眼望左手嘅指肚，向後畫弧吸氣，隻眼追蹤隻手指，伸到向上伸一伸，再正前方落，吐氣，手掌向前推到無限遠，眼望指尖，力在掌根向上托，跟住向正前方落，輕輕吐氣，直至到隻手還原，跟住吸氣，提高隻左手，吐氣，垂低隻右手，跟住再次眼追蹤隻右手向後畫弧，直至到去上高，向上再伸一伸，跟住正前方落，吐氣，向前推，力在掌根，立即放鬆，眼望指尖，力在掌根向上托，跟住還原落返嚟，慢慢吐氣。如是者，我哋就做7次。